呢副卡牌遊戲總共有117張牌。遊戲嘅概念分別係加碳行為嘅灰色牌同埋低碳生活者嘅彩色牌。兩款牌都會有3個層面，分別係個人、學校以及社會。另外仲會有 Help 牌同埋稻草人卡牌。當其中一組組別取得稻草人卡牌越多，就代表勝出。遊戲可以有4至6個人玩，遊戲將會細分為3個層面，包括個人、學校、社會。3個層面將會同時間進行對決。首先，我哋先講一講4人後會介紹6人嘅玩法。玩家先自行決定從邊兩個層面玩，然之後參加者分成兩組對立嘅陣營，2人為一組，例如分成 A、B 兩組。之後 A 組同埋 B 組可以自行決定出牌嘅先後次序，選擇自行討論以及層面嘅遊玩次序，出戰邊一個層面進行對決。例如 A 組員會喺個人層面同對方組別進行對決， B 組員會喺社會層面同對方組別進行對決，如此類推。當兩組組別嘅成員都揀好自己要喺邊一個層面進行對決，當分好先後次序後，玩家先將低碳生活者卡牌進行洗牌，然後向每組派發9張遊戲牌，每組派一個成員出戰，然後向每組派發9張遊戲牌，每組派一個成員出戰玩一個層面，然之後就可以開始遊戲。今次我哋揀咗個人同學校層面去做一個示範。每一次出牌之前，玩家先會喺加碳行為牌堆入邊咧抽取一張放喺台面。我哋喺加碳行為牌堆入邊咧抽取一張放喺台面。我哋稱呢張卡做主牌，同埋右下角會有 A 右上角會有英文字母，其中一個數字。而我哋手持嘅遊戲牌右上角同左下角都有唔同嘅數字，而我哋手持嘅遊戲牌右上角同左下角都有唔同嘅數字同埋英文字母。呢一啲嘅數字同英文字母係用嚟計分嘅，而計分方法如下。喺第一個回合入邊，當大家出示手入邊嘅一張手牌嘅時候，喺第一個回合入邊，當大家出示手入邊首先會睇遊戲牌入邊右上角嘅數字同主牌係唔係一樣，首先會睇遊戲牌入邊右上角嘅數字遊戲牌主牌係唔係一樣，當遊戲牌數字越大嘅組別咧就為之勝出對比，當遊戲牌數值越大嘅組別咧就為之勝出。提提大家，當喺出牌嘅時候，記得要講翻張牌嘅名。如果唔係數字就會變咗做零㗎啦。記得要講翻張牌嘅名。如果唔係數字就會變咗做零㗎啦。咁咧就會變咗做另一邊玩家勝出咗呢個遊戲嘅第二個回合。當兩組所出嘅遊戲牌數值一樣嘅時候，就會睇左下角嘅英文字母。當兩組所出嘅遊戲牌數值一樣嘅時候，就會睇左下角嘅英文字母。所出嘅遊戲卡牌嘅英文字母最大嘅為之勝出，額外加5分去計算。卡牌數值最大嘅為之勝出。請注意，第3回合入邊，其中一組放出 Help 牌嘅時候，會計算出示 Help 牌其中一組嘅手牌數目直接乘以2，會計算出示 Help 牌嘅玩家嘅手牌數目直接乘以2。第4回合嘅玩法亦都係一樣，如此類推。第4回合嘅玩法亦都係一樣，如此類推。每一層嘅層面會玩4個回合。當玩完4個回合之後，就會開始計算自己組別陣容嘅得分。當得分最高嘅時候，之後就會開始計算攞到一張稻草人卡牌。當得分最高嘅時候，嗰一組就可以攞到一張稻草人卡牌，係同一時間進行嘅。而當玩完頭2個層面之後，兩組再各3個層面多1位嘅時候，各組可以計算自己組別嘅稻草人卡牌。同頭2個最多稻草人卡牌嘅組別就為之勝出。
當玩完之後，勝出嘅組別可以得到一張稻草人卡牌。低碳稻草人嘅遊戲玩法介紹，當跟住落嚟大家可以落手試下玩各組可以啊！計算自己組別嘅稻草人卡牌，而最多稻草人卡牌嘅組別就為之勝出。以上就係低碳稻草人嘅遊戲玩法介紹，跟住落嚟大家可以落手試下玩啊！